台南的德光中学头一摆邀请台南在地歌戏团入到校园举办歌戏特展，搁再结合着学校的台语课，互学生呢穿戏服、唱七字仔来认捌着歌戏的文化。 戏班伫台顶一句一句带囡仔念歌戏的七字仔调，阁是欢喜中基本的先大骹步手路，学生学甲真心实。这摆台南德光中学伫校内人文展示馆，邀请在地乡社歌戏团合作办特展，要互学生亲身接触咱台湾真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，透过戏服馆、珠仔头插，阁有珍贵的文献资料，带大家认捌歌戏的水。互因捌一寡上歌戏上基本的物件，像骹步手路，你伫台顶要哪比？ 吼啊，骹步要哪行？其实要教的物件足侪，啊，佫有像刀枪啦，这拢是上基本的物件。你若台顶要好看吼，其实这物件拢爱是知影。即卖囡仔吼，对咱台湾的文化吼无啥了解，吼，所以阮的德光文教基金会今年吼做特别的，请到乡城吼的歌仔戏的戏剧团来好好做一个展览，来现场介绍吼，也是讲看一寡文物展，吼，甲因所学的吼会当做一个呼应。歌戏发源对宜兰开始传到呾上百档。 对早期农村以唱歌做燃料，演变做话台戏，佮进入广播电影、电视媒体，到呾发展做文化场的表演。这摆展览因嘛结合校内台语课，老师直接甲教学搬去展场，互囡仔实际穿戏服，老师嘛无记扮身的情景，正做台语课的活教材。第一届来遮看这展览，啊，会当穿这歌戏的衫，我感觉足好耍。拄啊上到这个看戏真趣味吼，这课是希望讲台语会当伫囡仔的生活中会当互因定根，会当互因生团，所以咱拄啊结合这个展览，互因会当生活化。乡社歌戏团团长讲，学戏无想话遮困难，重点是愿意踏出第一步。因的团成立已经31档，团员拢毋是职业的班底，是对戏剧有兴趣，利用逐礼拜假日练习排戏，用行动展现出对文化的热情。因表示未来继续团落去，期待咱的歌戏通过传承百档。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。